她也是谁的妈妈、女儿啊、妻子啊、朋友姐妹啊，她和他们的想法、梦想啊、自由啊，不可爱吗？她名字叫做 Lisa， 她想留长发，想了很久，要是留了，也只能藏在手术帽下，用发卡打挂，不怕回到外面质疑强压内心不安想法。我说哦，别太在意 no， 你不仅善良可爱，面对专业你是 pro。Oh no， 就往前走，别往后，头发留不留你做决定就够了。Let me hear you say， 啊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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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你别听谁的话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啊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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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专心工作，不等你回家轰趴。她也是谁的妈妈、女儿啊、妻子啊、朋友姐妹啊，她和他们的想法、梦想啊、自由啊，不可爱吗？现在是丽娜在庭上，陪审团表情严肃的打量，长裤运动鞋梳油头的姑娘，我知道，其实她很紧张，要穿正装，最好化个淡妆，但她字里真行，通宵苦想，把案例主张全部统统摆上，没回应，但应该有不错走向。啊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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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你别听谁的话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啊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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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专心工作，不等你回家轰趴。她也是谁的妈妈、女儿啊、妻子啊、朋友姐妹啊，她和他们的想法、梦想啊、自由啊，不可爱吗？一堆人说着啊一五 A 外国话，瑞塔在旁边奋笔疾书，头皮发麻，轻微腹痛，会场有风汗流到手中，手不受控，气氛沉重。他的爸妈早就说让他回家，不去相亲，不谈恋爱，不听话，这次会议很重要，不能分心被